是如今我们有些人却认为修持正法不需要丝毫苦行与精进，在从事今生世间之事的同时，于具足幸福安乐名誉之中即可修成正法，还认为别人也可将出世法和入世法同时圆满。并说某某人是一位贤善上师，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圆融无碍，怎么会有办法使出世入世法圆融无碍呢？自以为世间法出世间法二指见而有之的那些人，肯定只能是在世间法方面一种什么比较突出，绝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出世间法。凡是想出世入世法可同时兼资的人，犹如认为两件真可否认，水火可置于同一容器内，以及可同时乘骑向前相互行驰的两匹马一样，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任何一个不特切罗胜过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而佛陀也没有找到世间法出世间法同时成就的方法，因此犹如丢弃堕业般舍弃了转轮王的国政王位，到尼连山河边经历了6年的苦行与精进，期间每年喝一堆水，吃1粒米。弥勒里巴尊者也是同样，修行时苦中无两，身上无衣，仅以野菜充饥，结果整个身体犹如枯肉一般，身上绿毛丛生，并长有吸血虫，别人看到时认不出他是人还是鬼。如此坚定不移经历苦行，历历精进修持正法，这说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可能同时承办，而并不是弥勒里巴尊者极为愚钝，不知道同时成就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方法。此外，大成就者美容多杰也是于9年期间为时受疲修持正法，最后获得成就的。全知龙金法尊者也是同样，数月中仅以21颗水银丸为生，下血时装进牛毛袋子里，此袋以做衣服又做坐垫。出世间法方面，以尽苦行等等，有许多此类公案。往昔所有的成就者，全部都是将现实的琐事抛于脑后，历经苦行精进修持而获得的成就的，无有一人是与从事现实之事的同时，于具足幸福安乐名誉之中顺便修行而得成就的。里面你把尊者说，若丰衣服饰，住处舒适，施主贤善等样样具足，则正法尚未成就之前，魔法已成就了。有下午阿格西说，如果从内心深处想修法，
则必须自身依于贫穷，一直贫穷到死。若能生起如此意念，则天人鬼三者定律不会使其为难。弥勒巴尊者说：“我病无人问，若是无人哭，能使此山中瑜伽心易主；门外无人进，室内无血迹，能使此山东瑜伽心易主。何去无人问，此去无定处，能使此山东瑜伽心易主。腐尸为虫屎，血脉为蚊心，能使此山中瑜伽心易主。”所以我们应当完全断除一切现世的贪着，不顾一切艰难困苦，沿海酷暑的而修持正法。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作为那个为了修持佛法而精进深入的很多的故事。前面的我们就是那个佛陀的故事也好，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也好，那么这些上面还有大成就者梅隆多杰的9年闭关的这些故事，这些方面来说到，那当然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大家应该也是知道，因为就是有这种很多的苦心者到最后的成就都是非常圆满的。那么这些他们都如果是仅仅就是不修持佛法，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实践法或者是实践法以及佛法都是好像很多的那个怎么说呢，学佛人一样，就是最主要放不下的就是实践法，然后就是身边的话就是做一点点修行佛法。这样的情况下，那肯定今天也不会记载在这个书本里面。任何一个高僧大德记载的书本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任务出来的，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人物。哪方面特殊呢？因为他们都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修持佛法而变成特殊任务所以非常了不起的任务。那这些他们了不起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佛法，他们修持佛法就是闻思修持，没有颠倒，没有怎么说呢？违反，所以修得好，然后呢就得到的成就。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非常殊胜，对不对？那我们跟他们比起来的话，那就完全没有办法比较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跟着佛陀学习的。那么这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也许可能今生成不了佛，但并不代表生生世世当中成不了佛。佛陀呢，就是有怎么说呢？从地狱当中第一次发愿的时候，那个之前佛陀是不是在轮回当中？当然在轮回当中。那个之前佛陀下个地狱的次数也是肯定是算不了的，对不对？但是那一次在地狱当中发心，然后开始呢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都是佛陀只有修善的故事，对不对？只有修善的故事，最后他就成为了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定要从这些听到这些上师善知识们大成就者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更要欢喜然后更要祈愿我们也是达到他们一样的成就感，达到他们一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忍辱心、慈悲心、菩提心、智慧，全部都是一定要达到他们一样，这样去怎么说呢，那个祈愿他们的一切的故事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昨天的他们呢，今天我们在学习，就是他的这个成果呢，就是明天是我们的，一定要这样去想到，我们才会变成最好的修行人。不然如果是又想起来他们的一次的这种苦心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我们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
那我们跟他们比什么比？完全没有办法比较。那我们的修行是一点都没有用，会这种想法的，那是不对的。我们经常都是学习过的，主要是有三殊胜摄持的所有的功德都是变成能够可以成佛的质量，质量全部都是可以累积起来的啊，所以我们终有一天也是会达到佛一样的成就，我们也是会成佛的。所以呢，这些的故事当中呢，就是他们是经过非常怎么说呢苦难的一些苦性，到最后得到成就，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说不定能够可以做到的并不是说是做不到的，一定会做到的，我们也一定的会成就的，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要这样去想，才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会有信心嘛，对不对？事实也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谢谢仁波切。自尊自论着光着